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，台南市国际蓝展去年停办，今年同款以遍地开花，伫个各景区来展示。台南市议会为照顾花农，首次甲台南兰艺协会举办2场杯争奇斗艳兰花比赛，将伫个3月31到4月5号，伫个议会1楼大厅来展出。展出的种类，会用讲是精英中的精英。这次的兰展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。怎么讲？像这一株的蝴蝶兰，它每一颗出来有2个主歌，主歌顶管个分5颗的幼歌起来。这种是足少看的。正常的兰花是一丛一支尔，这种要分2支主歌，佮分5支的幼歌，顶个一丛的花会当爬到这样大绿。这个是兰花中的兰花了。一株要摘起来要5年才可以这样，这是国内的新品种，所以今天所展出来的所有的花呢，都是兰花中的兰花王，都是精品中的精品，所以每个的都是比我们在后壁的兰展更漂亮，更有看头。后壁的兰展绝对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漂亮的兰花，所以欢迎所有全国的民众和台南市民来到台南市议会，4月1号到4月5号。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欢迎来莅临台南市议会看兰花。台南市兰艺协会总干事杨顺发表示，这届参赛兰花品种有卡多利亚、蝴蝶兰、秋实湖、万代兰等，数量超过数百盆，每一盆拢具有冠军赏。伫个3月31评选以后，展期对4月1号到5号，欢迎全国民众做伙来台南看兰花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